讲到拜改，我就想到，来，摕来。啊，什么？金条啊！哎呦，姐啊，你在场呢？我已经摕爷妈几送啊。哎，摕好迄吼是咧查封厝的代志，啊，另外一条吼就是救志远遐的金条，摕来。啊，暗降起来哦。哎呦，我无伫咧甲天照打啦，啊，我就，我就摕互阮大兄弟啊，啊，若无志愿，免来会当去咯。嘿嘿嘿，志远是聊天顶救的，啊，毋是你救的啦，吼。你哪有办代志？来，摕来。无咧姊啊，我讲这拢是真实的啊，啊，无你问阮大兄弟。你要死啊，你啊！啊，阮大兄弟叫聊天顶台死啊！你叫我去因做地府问伊哦。哎，你甲你梆心肝看嘛咧啦！你开枪甲偌济钱，你捌算过无？哈哈，姊啊，你莫安尼卡袂着伫咧讨人情啦。敢讲我拢无伫咧替你做代志是？我是你小弟啊咧，人咧讲手骨是凹倒入无凹倒出的呢，哈！啊你毋是？啊，逐摆若甲我讲话，就甲我闹鬼，嘿！我无怨叹你，啊你搁伫咧怨叹我？你哦，莫搁讲啊，安尼毋好啊！我今仔日是好意来的，我要来甲你讲，姊啊，莫安尼为着聊天顶的代志哦，到时若害着恁强家前途，安尼都害啊！聊天顶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嘿，姊啊，大家拢在免假吼，嘿。自从兄妹来恁兜了后，聊天顶拢一直住伫遮，啊，你伫咧暗号伊，你听做我毋知。我是你的小弟啊，我敢有伫咧出卖你？我对毋对？掠志愿去，这毋是出卖无啥。嘿，姊啊，啊你讲这哪会对？代志发生你在场呢，搁再讲我是一个保证，我保证应该就爱做代志啊。代志发生啊，我感觉心肝伫咧智慧，你知无姊啊？讲甲遐尔好听，我听了会凊心咯。哟，姊啊，唔通教家西讲，唔知好歹呢。我呢一直伫咧暗号你，我是咧做违背良心的代志，你知无？你唔惊你讲卡死哦？你姊啊，你唔通咒我死啦！我死你也是惨啦。你死哦？哦，我真快活咧。安尼我以后拢莫来找恁就好啊。你上好无？早拢莫我看你。好啦，我来走安尼就好。嘿，还是讲姊啊，待念吼，你我是姐弟啦，我搁甲你敬。即马搁来一个叫做什么傻傻气的哦，迄个是比爷妈古一送哦，做代志搁较残哦。到时哦，你唔通安尼规家口啊，真是互傻傻气，迄就无啥事啊！啊，出去！好啦，我来走。警官，嗨，去叫报纸来，讲我有代志要找。报告爷妈去一场，我暂时透早就带人出去啊。去倒位？唔知影，伊讲这是秘密。但是你变啥物啊呢？佐々木さん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山コーチ、你入来办公室。はい。伊这资料我甲伊看起来，这个强志远的一家人，甲廖添丁，因的交情非常的深。是安怎因强家一家人，来当外口安尼自由自在？报告佐々木さん，请听我解说。兄妹。廖良天人呢？我唔知影。退笑的！你哪了明明伫咧甲我讲伫遮咧？我真正唔知影。我甲你讲哦，
我是无参照亚马可是上遐好骗哦，推下面哦，我无共款哦。来啊，甲你讲，嗨！姑公，你先叫啥物讲都无效。安尼讲起来，强家医院是去了添顶拖嘞。嗨，那安尼伫咧记录上，写讲强子院是一个抗日分子，这点你免哪解释？报告沙沙先生，强志远是为咱国学医转来台湾的，伊是一个名医，做一个好医生，专门咧询问患者身世甲来历，才甲治疗。所以伊才会受牵连。嗨，这个亚马克市过去也捌经我学过啉水，啥物着好，就是太是讲情讲气。我看，我也是得小心查证。报告沙沙先生，敢有疑问？暂时是无啦，也毋过，你若袂记我互你的记啊，无论安怎，你一定爱掠着聊天着，毋管是洗血还是死。报告沙沙先生，我认为吸收聊天顶，替咱国服务，才是上策。是安怎？你若遐尔啊坚持，你敢知？大清帝国当时要将台湾交予咱时，也捌讲，台湾的百姓遐尔啊好统治，3年一小法，5年一度法，所以咱文一文的政治。报告沙沙先生，就是因为安尼，咱必须利用聊天顶的人气甲声望，互因台湾人管台湾人，安尼治安才会不长。安尼讲起来，你毋真有自信。嗨，有落是，安尼就共款的这个工来，按照你要做代志去完成，也就是就依照我的方法行事。嗨。刘长，怎么感觉啦？有较好无？有真多，手嘛袂感觉安尼麻麻。你是要甲我讲嘛？亚马可是上会变成你的贵人。是啊，这是是命运在做人人。咱毋是生在这个时代，咱三个人无定就会变成知己。志远，哎呀，我啥物鬼那来讲吼，向妹去用掠去啊啦！啥命去？哎呦，要啥人恁阿姑啦？阿姑，你来用免创啥？哎，你讲偷藏你的罪啊？早哪知影咯？伊安尼心肝遮尔啊歹吼，我早甲戳戳死啊啦！我咧饲好伫咧伤人。哎，刘三，你的想法不好，我来提倒。说真害，明仔载向妹那尔就要出山，啊，新花搁掠向妹去，这些若传出去哦，唔知人叫是阮强大哦，无情无义咧。你别创啊！找恁保障代理，保障代理无伫咧，安尼去倒？唔知啊。这位总，我放话互你听，代志我也说好说，你唔通搁来遮自找麻烦。亚马贵上，是不是你叫阿贵去掠香妹？谁讲的？我无啊。你莫骗我！你若要掠我头，敢香妹放出来？强志远，我无想要为难你，你紧走。那你香妹，我甲你讲，唔知影就唔知影，你走啦。有万不用这样坏着就麻烦，哈。
安尼大家超好变大道。我斟一个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你是要倒啊？这是我的房间，我拢已经锁条条，你走无路啊！你不是讲我甲添影藏起来，你要抓我去警察厅？哎呦，我若真是甲你抓去警察厅，互你就陪你我啦，唔得。亲像你皮肤安尼白头毛、油绵绵，我要哪会甘呢？你还是抓我去警察厅好啦。你真是要陪你回款呢？哦，我安尼好心，你讲唔知好歹？来，免惊，讲啊真嘅。我看你还是抓我回去好啦。哎呦，不要紧啊！只要你甲我好一好，我就会帮你走。拜托你啦，我甲你讲，我若不走过身体，明仔日就要出所汗，拜托你还回去啦，拜托。哎呦，兄妹，我你就是减轻你的罪行，你知无？啊？若无啊，你甲聊天顶藏起来，这是死罪咧！你是无想要我的啊？我是真正无想要我啦。你实在唔知好歹呢！我伫咧甲你牵绳啊！来，边边，我斟一个，来，哎呦，你这是甲我加落去。我先来膏药啊！我等你来替你算账，我等你来替你算账。哎呦，你真是甲我加落去，来，我加安尼啦。哎呦。阿姑，哎呦，你这话，你是毛病几个哦？害我惊一个。兄妹咧，啊？什么兄妹？我的新妇兄妹咧。哎呦，笑死人！等你找新妇，找到我这来是对啊，唔对？你是偷到去那个掠走对无？啊？伊无伫我这。你是想要掠伊咧？志远啊，迄是兄妹哦，甲聊天顶藏起来呢。你本来叫我掠，我食人的饭，喊人的问，我哪有法度啊？你伫咧艰苦，哎呦，我比你较痛苦，你知唔？我去问过杨妈开一送啦，伊唔知影你掠兄妹这件代志。阿姑啊，你是安怎要安尼做的？兄妹是当点要得死你咧？志远，我敢会无事无辈去害兄妹心？我敢是这种人是？啊，那你，我老实甲你讲，迄是沙沙机上叫我去掠人的啦。啥去送？沙沙机上得到情报啊，知影我兄妹将聊天顶藏起来，伊才叫我去掠人，这夜晚开始上边哪会知影咧？敢真是有这款代志？好啊，你为什啊伫咧食母牛哦，袂输食豆腐咧？你伫咧甲我讲话哦，袂输甲我当作细汉的。是，我是想过着急。我知影你急，我比你搁较急，你知影？我透早就去办代志，我忝，我要休。那咧，兄妹即摆到底去倒啦？你实在有够烦呢！无你家己袂晓去找沙沙去啥？好，我来去找你。哎呦，小等下，哎呦，这话，阿姑吼常常受着安尼，阿姑伫咧关心你哦，我看吼，你也是莫去找沙沙去啥。啥人袂当去找伊？你唔知哦，这沙沙去啥，我心肝是偌残的呢？有一个外号叫做扒皮人哦，那边互当着的人，拢互北一言批去。你是阮阿姊的囝呢，你千万都唔通清脏水去救火哦，迄是安尼，呼一下安尼就烧去，你知？阿姑是爱你好，你唔通讲无要听阿姑的话，到时阿姑要救你就无法度啊。
知啦。迄落项目代志哦，我会想办法啊。哦，你这你放心啦。我会知。好。哎呦喂啊！啊，你讲你是咧钓狗药啦？无啦，你人有较平安无？有加较好啦。你病囝吼，甲别人拢无啥共了。哎哟，敢毋是叫安妮看出来心？我咧问你，你无听会哦？这，哈？讲，我嘛是捌生过囝的呢，我知咧啊。安妮啊，我真正咧白囝啦。啊，自细汉吼，我的身体就甲别人无共款，我阿母嘛常常安尼讲啊。是甲别人无共款，无毋对啦。你也看，踏入阮乡下已经8年啊，啊无甲我生过一只无相关。啊，即摆毋是已经有啊？希望你讲的吼是真实的啦。哎哟，我毋敢甲天小打，毋敢骗你啦，安妮啊。你若敢骗我，你就知死。安妮啊，啊无代志啊吼，啊无我等下帮你好困啦。少啊，有找到阿舅无？有啦，爱安怎讲？阿舅讲是先来沙沙去送，派去掠熊妹啦。实在有影，就算讲伊安尼奉命行事，嘛爱甲咱通知一声，无采咱拢是家己的人。啊，但是要安怎？阿舅讲哦，伊会想办法啦。伊会想办法，互伊想就惨啊啦。少爷，老太太，也卖哭机场过来啊！少爷，老太太，也卖哭机场过来啊！伊来咱兜，敢若伫咧行糟卡。来报会上。董事长，我想要甲廖天丁单独见一下面的。是啊，你放心啦，袂有啥物代志。好，所以也卖哭机场入去。是，多谢。也卖哭机场，来，请。是我，安尼啊，伊讲无代志，就无代志啦。无代志，厝里的代志哦，较侪过鸟毛。啊好，礼拜。才无你的代志啊，你出去。是。也要哭机场，多谢。你唔免甲我说多谢。那安尼，你今日来是想要约我决斗的时间是？我唔是来约你决斗的，安尼你是？我时间紧急，我无希望你的固执有任何人受到伤害。我知你好意，但是我袂用去做对比起台湾人的代志。只要你肯，阮日本人甲台湾人就唔免搁再闹回，也唔免有人搁冤枉死。民主有错没有错，就算我爱我死，我嘛是笑笑。廖天丁，这顶桥你已经去了，也毋过光桥无想要放你落来。你这个光桥的，心痛。
远叫的唔拿我一个，我该讲的拢讲啊，你家己好好想看卖。明仔载这个时阵，我要独答啊！老师，对啦，我所袂记提醒你，唔通想要硬拼，傻傻地上的功夫，你嘛练到去，你绝对唔是伊的对手。若不伊，你若是死在伊的手头，伊傻傻去上的作风，强甲伊规家，共款的无性命。报告查查局长，这就是空港。强家看起来是一个好人啊。塔罗，嗨，你去调强家户籍资料来给我，定案我就要定。嗨，赶快滚机上！你是过来创啥？我问你，保证捌带假老乡妹来过遮无？你俩乡妹要创啥？你头没害？你甲我讲大，一点仔关系都无。你通安怎好啦？我问你，你回答我的问题就好。你目睭是青蓝色，才跟我一人尔啦。你莫过去！你莫过去！哎呀啦，阿娘已经开始咧怀疑我有新的代志，我一定要想办法，叫志远甲我搬出去住。啊，若无到时阵吼，代志也别空，我一定会死到真歹看啦。哎，你在创啥？搬厝啊！搬厝？谁人要搬厝咧？哎呦，志远，你想看卖咧嘛？自从兄妹进门开始吼，咱厝内都无一天平静的日子头过。我是希望讲吼，会当过然后你甲阮两个人的生活啦。你要搬出去，要甲阿娘气互死哦！我安尼做是咧替你想呢。阿娘遐吼，你着甲讲，即摆身体无患者，生理歹，啊想要去外地发展啊。啊，搁有咧，咱搬去台北城，遐人较济，啊患者嘛较济啊。你当作台北城的人都是判袂过来哦，你是够三八的你。哎呀，听你讲话真正会判袂。你创啥啦你？志远，兄妹叫掠走去啊！明仔载亲就要出山去，兄妹一时无就赶转来。迄是因兜的代志，甲你有啥物关系咯？你这样哪安尼啊？无血无目屎你啊！喂，你讲话嘛要靠靠地人呢，安尼咪你家己干手哦。志远，我创啥啦？你莫安尼大家甲我讲话，拢安尼歹好无咯？你迄三八线哦，小改者，谁会对你歹咧？我哪有三八啦？迄拢嘛是恁。好啊啦，安尼叫我处理哦，亲的丧事啦，有啥代志哦，等下再讲。阿娘嘛实在无聊，无代志叫你去做孝子，这阿娘真正老翻蛋啊啦！明珠哦，你会当较正经咧无啊？好啦，阿婆，你啥物时阵倒转来哈？明仔载啦。明仔载你倒转来，咱就搬厝好无？哎呀，再搁讲，再搁讲。才搁讲，才搁讲，大家拢是才搁讲，转来哦，你拢袂讲啦。我给你机会，唔免啦，别当伤济，是无命啦。
惊死都袂做武术，你阵安尼就死，你就无机会做英雄啊！惊伊摇到你的手头，就无算英雄。你嘛无一定啊。你阵若好好珍惜你家己性命，后摆无定着嘛有机会掠着我去做英雄。对啦，我所袂你提醒你，唔通想要二拼，杀杀去上的功夫，你嘛领到，你绝对唔是个对手。但不然，你若是死在伊的手头，伊杀杀去上的作风，强干规家人，共款的无性命。日落，嗨，是啥代志？亚马古市上你找我是要创啊？唔知影咧。哦，来，紧过去。今嘛开始上，因为你哋拢无过，拄啊搁咧发现咧。好啦，无你行。嗨。奇怪咧，亚马古市上你找我到底是啥物代志？我这掠兄妹代志，甲伊都无关系啊！啊，有影钱歹赚，皮惊较红啊就好啊。入来。亚马古市上，还未晓到洗身躯掠灵呀？安怎？是毋是要搁趁我洗身躯的时阵，叫廖添丁来抬我？哎呀，不，亚马古市上，我甲廖添丁哦是三代冤仇人呢。我对你尽忠都袂负啊，我哪有可能叫伊来害你咧？好啊，莫讲遐有诶无诶。亚马古市上，你找我来有啥物吩咐？我吼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，为你死我就甘愿啦。好，那安尼，讲，你甲老兄妹掠来要创啥？讲。伊甲廖天你共党的啦，啊，谁讲的？你讲的啊？假咯，当时捌讲过。无啊，顶工你毋是掠迄落兄妹，伫咧威胁廖天顶。我会掠老兄妹是你报的，害我的方向偏差，这条线我还未甲你报的，你颠倒落来我头壳顶来。这亚马古市上是半暝啊，伫咧食是非反正，啊，听伊的口气，好像就足暗互兄妹。有问题哦。保证。嗨，老兄妹人咧。老房啊。胡白讲，我有去看过，根本就无。连这款小可代志，你就敢骗我？你还阁讲对我重心？不，啊，我迄当时是将兄妹，无啦，迄落后来我就会。后来你就甲藏撇心？哎呀，无啦，我是甲掠去警房哦，啊，伊甲审问啦，然后我佫甲送到去牢房啦，若真正是安尼，去甲老兄妹放走。这是为什么咧？我叫你放你就放，莫遐搞话。安怎？人你个开死心？不，伊是阮大姐的孙媳妇啦，我甲掠来就已经足酷刑啊，我哪有可能甲拍死啦？我无可能遐无情啦。那你到底要去毋去？哎呦，
是沙沙机上叫我掠啦。啥气啥？亚麻科技上，我将沙沙机上甲请出来，你都无法度啊吼。我讲，我都爱好好啊想办法来巴结沙沙机上。要哪安尼啊？亚麻科技上，你都爱让我3分呢，你都爱看我的面色哦。嘿嘿，我实在有影太巧。你哥，食饭啊啦？你哥，哎呀，啊是安怎？哎呦，我的巴肚！哎呀，哎呀，你个死人啊！我巴肚！哎，你加时间换啥？起来啦！食饭啊！你哥，你要啥喏？啊？我的巴肚！我的巴肚！看你！我没让你倒，我唔知影，知影？你什么事情？我真正唔知影。我问，我叫哪里？你办公室啊？出来！起来！起来！啥啥意思？哪会知影有老乡妹这个人？亚麻科技啥？我这我都唔知影咧，我是方面行事的啊。那安尼是安怎袂交代我去办？这我都唔知影，我掠做讲亚麻科技啥，你知影咧？是讲亚麻科技啥？迄个沙沙机场嘛，足无意思的呢，吼！啊，拢无伫咧，甲你放在眼内，有影我替你不服啦。白开咯！嗨！你无资格批评中官。嗨好啊，无你的代志，你倒去。嗨！亚麻科技，你要甲我算遐个早咧？食也无3把硬菜，这想要就是一点。无正，啊！哎呦，啥去啥？你有搁家一个人当这咧谢谢念啊？啊，我。拿快！拿快！嘿，咪鬼啊！我惊，我多想要找你咧。打开了，我来。上去，我拿大声兄，我一身老死哦。李贵，你还是咧冲上，卖了这，我惊，大兄卖包上。我估计，嗨，是啊，走着，过个啥去啥，是咱的犯人啦。打开啊咯！你个阿庆子，威胁我办犯人啊！卖来啰嗦了，我无遐时间，起来，我们帮助。啊那无，你。我从来就毋捌讲袂讲着。这世间上，毋是赢就是输，毋是生就是死。哪有什么条件通讲？那你，那就是你自家爱死的。三大先生，也莫客气，这个人袂用杀你，为什么袂用杀？要利用的价值，袂用去杀你。这款货色。做不了好，也无什么价值唔价值。哎，对，应该，好事，大家咯，嗨！也无你讲话余地。嗨！三大先生，你要答应给我，
吸收廖点点，替咱国效劳。我捌讲过，闹面久的，安尼廖点点才会答应。放开屁！阮大伯做死卡啦！别假咯，甲面看好了，紧啊！你是无遮着心，也嘛可惜，嗨，你家己有爸爸，报告，一定有报。有你一句话，有老实，是用玫瑰给关起来。嗨，阮大伯做死卡，你要加无用的啊！也嘛可惜，嗨，无你的期限若是到，若无照你的使命的话进去，起到连你，我就甲你请决定。嗨，莎莎去啥？啊，小会陪你来去。免，报告莎莎去啥？我是惊迄讲吼，啊，咱遮管理无严啦，啊，面我若搁走出来哦，啊，要甲你开枪哦，我心清子啦。好正，你讲这是啥物话？我这倒位咧管你无严，你也嘛可惜，嗨，无正讲的话，你犯了真大错，后日会议我会提出来检，你心肝来家己好好准备。无正，嗨，对我行。嗨。我信我，你敢会记哩？莎莎先生，你敢真正要铁我的款？廖三，老母亲，要食饭啊？嘿，请吃饭。后尾要食饭哦，叫我出去就好啦，唔免安尼送入来。外口哦，人客安尼出入入，互你食饭的时阵提心吊胆，安尼哪好啦？我再讲哦，你替咱台湾人安尼老伙老干伺候你，这阮是应该嘛？那你是安怎？谢谢谢谢。哦，感冒。是毋是咧想美国的代志？美国的代志吼，暂时按下啦，先食饭啦。你无听人伫咧讲食饭皇帝大啊？来，多谢。后摆吼，将遮当做家己的厝，啊要爱食啥吼，叫阮阿豪啊、阿春啊吼去发落就好啊。安尼小可能搅扰啦。哪通安尼讲？咱拢是台湾人，都要互相相听相听，通毋才对，毋通亲像阮迄个小弟安尼，看到钱看到势，还着安尼互相伤害。要若安尼吼，咱台湾人永远袂大汉。无正，嗨，你确定讲刘玉梅甲廖添丁因有真亲的关系？报告莎莎去啥？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，我唔敢胡白乱讲，你乱讲会互雷公卡了。也若安尼，也嘛骨子上前啊都有甲抓着，是安怎？哪会搁甲伊放？莎莎去啥？这我唔敢讲。什么代志你唔敢讲？伊做你讲无要紧。嗨，报告莎莎去啥？也嘛可是啥？伊安尼吞吞吐吐，伊要来做什么大财代志？嗨，又甲人收金条。又甲人收金条。
来咯，好！伊正是做这款代志。莎莎警察，我绝对唔敢骗你，我若骗你哦，我会死无葬身之地。我是警察定咧散喷喷，敢若不是小便宜共款。莎莎警察，好佳在你来呢，啊，这警察听到有救呢。我会好啊整顿，也若无，是伊甲我对天龙是要交代。天龙一家万人。无正，你对天龙好惨就真忠心哦。报告莎莎警察，不是好残手，我是全心全意在尽忠。喂，那你老兄妹甲廖添丁这件代志，由你去处理。你若办得好势，我就甲你强功报罪。嗨，阿里多，ございます。引起。嗨，也有啥物代志？报告莎莎警察，我只不过是小小的保证尔，讲权无权，啊讲力无力，我会受到严啊管事上伫咧甲我管，安尼我若办代志吼，啊都略略啊揢手啦，哈。你放心，我会交代落去，叫严啊管事上莫插手，专权由你处理。你若是办得成功，我随时甲你升起来做新巡查。嗨，阿里多，ございます。我一定为你拼到死。我出头天啊！我出头天啊！我出头天啊啦！我出头天啦！我出头天啦！郭大飞啊！啊，看你哦，欢喜到要跋跋倒，啊是啥物代志遮欢喜啊？哎呦，台湾人出头天啦！你日本人在倒啊？是啊？大家哦，你是了要讲啥啦？我准备啊，啊你毋是讲？我是伫咧讲免偌久啊，就醒起来做巡查，啊，你毋是台湾人出头天，啊，无是啥物啊？怕啥？也唔赶紧甲我奖起一下啊！哎，恭喜啦！恭喜啊！我出头天啦！我出头天啦！靠腰嘞，这哪是台湾人咧出头天，这是台湾人的悲哀啊！阿母，你原谅兄妹不好，妹也好好为你办后事。阿母，等我后世了，再来做父做妹报答你。吴少爷，吴少爷！无人伫咧款咯。后尾敢若有声咧，你入去看觅，无定吼，无听咱咧弄。哦，好好。